喺馬拉松比賽中，你有冇感覺過某啲路段跑起上嚟特別順？有時係下坡嘅路段，等重力自然咁幫你往前推；又或者係一陣順風，俾你幾乎感覺腳底在滑行，嗰種輕盈通暢嘅感覺，仿佛成個身體都進入咗最佳節奏。但係當環境變咗，例如上坡或者逆風，你又會覺得每一步都沉重無比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Running Rex， 一個專門以科學原理去解釋長跑表現嘅頻道。咁問題嚟啦，我哋能唔能夠主動利用呢啲自然現象，俾佢哋成為提升表現嘅秘密武器？今日就從專業長跑愛好者嘅角度，帶你睇睇點樣運用天然力量，等身體嘅每一分能量都花喺最值得嘅地方。要識得如何利用地形與風力，首先要知道人體喺不同條件下嘅能量使用模式。根據2025年 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嘅研究，下坡跑能夠讓身體嘅能量消耗降低約18%到25%，呢個取決於坡道嘅斜度以及跑姿。呢個係因為重力提供咗額外嘅機械能，俾肌肉唔需要完全主動出力就能推進。然而，咁嘅節能跑法亦伴隨代價。某啲肌肉，特別係股四頭肌，需要承擔更高嘅離心負荷。如果動作控制唔好，容易出現延遲性肌肉痠痛或者受傷風險。再嚟睇風嘅影響，2025年蘭斯大學嘅流體力學研究指出，當順風嘅風速約為每小時30公里時，跑者嘅總能量消耗可降低約9%。但又係同樣強度嘅逆風，能量需求則會上升高達37%。換句話說，風係一種不可見嘅坡度。物理學上，風會改變身體同空氣之間嘅相對速度。順風等於整體阻力減少，因此推進效率上升。呢啲科學結果都係提醒我哋，比起夾硬撐落去，識得順勢而為嘅跑者，更能將外力化為助力。以波士頓馬拉松為例，呢場比賽嘅跑向係由西往東。如果比賽當日吹西風，亦即係順風，整體成績往往普遍提升。2011年嘅波士頓馬拉松就因為強順風，數據顯示大部分參賽者速度較平均水平快約3%到5%，更誕生咗接近世界紀錄嘅成績。柏林馬拉松嘅研究則顯示，環境因素對跑速有顯著影響。2024年嘅分析指出，氣溫越高，跑速下降越明顯，而適度嘅濕度反而有助於維持穩定嘅身體溫度與表現。呢個說明大自然唔只係背景，而係直接參與咗比賽嘅另一個選手。學會咗觀察、理解同預判呢啲力量，係每一個高階跑者嘅必修課。好啦，到大家都最關心嘅話題，喺實際情況下，跑手又如何利用呢啲天然力量呢？當下坡嘅時候，我哋應該俾身體略微向前傾，大約保持胸部與地面呈10至15度角，咁能夠讓重力順勢帶動身體，減少膝關節嘅壓力。步伐可以稍為縮短，但步頻增快，咁樣可以減少離心衝擊力。同時，髖關節要保持穩定，俾核心肌群協調發力，避免因上半身傾斜過多而導致慣性失控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俾下坡路段幫你前進，而唔係去花費你嘅氣力。至於遇上逆風，關鍵在於降低迎風面積，微微前傾，手臂靠近軀幹，頭部略低，都能顯著減少風阻。研究顯示，當風速為每小時20公里時，維持原速度
幾乎等同於無風情況下嘅提速6公里每小時。因此，與其撐落去，不如喺逆風路段稍為保留體力，等之後順風嘅時候再出擊。呢個係一種能量分配嘅智慧。而當順風時，大多數跑者會因為推進感強而唔自覺提速。呢個時最理想嘅策略係穩定加快，即係保持相同嘅體感程度 （perceived effort）， 讓心率保持於可控區間內，借助順風來延長高效嘅狀態，而唔係一味爆發式地輸出。最後喺上坡嗰陣，身體嘅推進會轉移到臀部同股後肌群。呢個時髖關節角度會增大，臀大肌參與度提升。如果能配合節奏呼吸，例如每4步1吸1呼，就能保持氧氣供應穩定，將坡道變成一種力量型訓練。喺賽事規劃上，我哋仲可以借助大自然嘅威力，將馬拉松全程分為3個能量策略區，亦即係所謂加速策略、手速策略以及保能策略。喺順風與輕下坡段，建議啟動加速策略，利用外力提升推進效率。此時重點係控制呼吸節奏，俾心率穩定喺有氧邊界內。平路部分屬於手速策略，呢個係檢測跑步經濟性同節奏穩定性嘅階段，需要靠核心同神經控制去維持最理想嘅步頻。最後嘅上坡或者逆風區域係保能策略，喺呢度主動放慢約5%到10%嘅速度，唔係退縮，而係策略性嘅能量儲備。呢種方法嘅理論基礎嚟自能量守恒原理。喺整場比賽中，總輸出能量有限，若能讓環境幫你承擔部分推進功，就能夠延長耐力，提升穩定性，並喺最後衝刺階段釋放最佳狀態。所以下一次比賽時，咪只係盯住 GPS 或者配速，抬起頭，感受風嘅方向，觀察坡道嘅變化，感知每一個重力微調帶俾你嘅反饋。真正嘅高手唔只係用肌肉跑，而係善於用大自然嘅力量去跑。如果某一日你遇見一場有強風、有起伏嘅比賽，不妨諗下，呢個唔係障礙，而係挑戰你如何轉化自然力量嘅機會。留言話俾我你個經驗，或係下一集你想了解路面回彈力點樣影響跑步效率。我哋一齊喺自然嘅節奏裏邊揾到最科學嘅跑法。我哋下次見，Keep running。